将今天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可在帐中？尚未回还。站居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少将军营帐？我乃是所需之人，特来给少将军所需的。你莫非就是被岳飞担了背膀，投向金邦的王佐？正是。老身闻得那岳飞乃忠义之人，怎会奏取于此残忍之事来？你也晓得岳飞乃是忠义之人。岳飞的忠义，何人不晓？就连郎君也敬重于他。是，英雄相惜，实该敬重。老人家，听你的口音，像是湖广人士。王祖，休得胡言！你走！我也是湖广人呐，我们乃是乡里。快走！好，我走。中原来利益之邦，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宋人？讲道理，你也晓得讲道理么？那国自然，我乃是斗虚之子之人。既是斗虚之人，为何奏出来的事情却居高不语？老人家，你怎么骂起我来了啊？怎么，你不应该骂我？好，要骂你就骂，不过这骂人嘛，总得骂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也好让我心悦诚服才是啊。王佐，马身王佐，心太狠，无情无义小凶狠，忠孝鸡全不顾王道。边街头的计量担，真前色情呀！你枉遭了难人，有福高堂请教诲，不知羞耻。丧子真是得办，击鼓进立功，且投身去，见农民人生公分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要和连绵难相离。骂得好啊，骂得好！这一骂去了你的正义之心，也骂去了一个大大的忠诚。老人家，你可知道娄文龙他也是大宋之民进老人家，莫非你也知道娄文龙的身世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
就对你死讲了吧！我胆背砸墙，是为传说文龙关心。其身被骂名，就是为了我家公子么？正是。何以为证？良心作证。何以为凭？忠臣为凭。可有信物？旧话一卷。为传相文路，我已将他的身世绘成画卷，伺机告晓。我来老夫一仆了，能老夫中才翻译，就是为了我家公子能早儿归宋啊！能够请上受我一拜。少时公子回应，还仗你巧言相传。老身明白了。殿下回应。王佐，私闯我的印章，是要杀头的。不是，是老身叫他前来所需的。父王有令在先，王佐私闯将军印章，杀无赦。且慢，公子若不允，我随他到营外听许，也就是了。玉良，难得玉良有此心境，王佐，你赶快说完便走。是，我这就说完便走。啊，老人家，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16年前楼安州之战。哦，就是你父王打破楼安州的故事。殿下，我这有画卷一幅，待我照头言讲。话说16年前，金宋交兵，四郎军领兵10万，长驱中原。一楼之上，所向披靡，直奔楼安城池。宋营的练兵啊，叫楼安登啊。只见他威风凛凛，杀气腾啊腾，顶盔冠甲，光彩照人。连领4郎军，4万大军。
神龙啊，气得那很啊。他心想，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，我看那个狠。他下令啊，用人海战术能攻啊城。不料想楼等他举起兵，兵将士把石头滚碎。石头滚碎，火炭猛撞，大的小的长的短的，我舍的往下扔啊！自打的我军将士寥寥撇棍，自打的四郎举浙江啊，有生那兵啊！四郎举他起了百丈，不得不承认。楼等啊，楼等，看来我不信你这个邪了，还不放心啊！那郎君不是胜了的吗？怎么就败了咧？老人家，莫要着急，还有下文呢。即使强攻不下，当自取才好。殿下高才。当儿我军强攻收手，四郎举便心生一计，改作自取。是夜3更4分，乘着月黑风高，1千骑兵前于护城河中，偷偷上岸，奔到城门边南。看大门栓开了，城门放下吊桥，吹动护甲，城外小贩迅速接应，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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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便夺下了楼岸城池。夜半3更杀神针，四郎举亲领精兵为帅府，他要前往破敌，或作那牢笼灯。可怜忠良家，成了胆下人，心怀满腔恨。绝不走相称，此郎举好言相传戏太道，传龙灯两情则梦名其神，那楼灯提起门，临时不想要转自身。拔去宝剑自了问，触坏了龙夫人。一见夫君寻自尽，寻自尽。他被人击亡命，四大理色情深，一根白绫拿了个性命，转眼间一家人父死妻亡。好像相报含悲引恨，从此后也有2个生死啊，两离分。玉良，你为何落泪呀？哦，我听这娄老将军一家死得凄惨，故而落泪呀。
这楼丹即使败了，为何还有人与他下跪？殿下，问的可是郎君这一败？怎么与他下跪，只能是我家父王？正是。我父王贵为郎君，为何与他下跪？郎君素来敬重英雄，娄老先生虽败有用，故而郎君躬身下拜。娄老先生受得起郎君这一拜，他乃是个真正的英雄。既然余亮说他是英雄，那就是英雄。这娄老英雄分明以自刎而死，为何立死不到呢？娄老先生是怕他的后辈不肯与他报仇，故而立死不到。这娄老先生的后辈不知是男是女，是个男的，也姓娄么？正是姓娄。此子还在么？此子么尚在，不知今在何处？已被郎君带回我国府尹。今年多大年纪？你是老谁？他与我同根，此子可有本领？本领的万能万能！王佐，你说笑了。我国之中若有这样的少年英雄，我岂会不知？他既然能力的万能，为何不去与他的父母报仇？不提起报仇二字，倒还罢了；提起报仇，令人可恨呐！恨作何来？你可知道，这个娃娃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，反而认真作父。姓娄，亦是娄谁？今在我国立的万能，能者作父。哈哈！王佐，你莫非是在说我么？正是，殿下。大胆王佐！私闯我的营帐，上位之贼，如今又胡言乱语，蛊惑本王，我杀了你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王佐他说的是真的呀，那金无惧乃是杀害你父母的仇人呐！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公子。4楼年前，你伪满不儿，劫兵来犯，龙安城被敌兵围困，城内军民死死不降，怎奈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军，1月之后终得沦陷。许多将士战死，老爷为国尽忠，夫人为父尽节，龙安城内熄了城火。公子，你的确是老家的血色啊！
公子妄作冒失闯帐，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自家身世，拿金无惧来是你的杀父仇人呐！刚才还叫他父亲，他赐我义兄节，现在就变成了仇人。可他们已经养了我10老年呐！公子，此刻你当以大义为先，家国为重啊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该回家。高堂一事家在何方？大宋朝就是你的家。6年来我苟且偷生、生不如死的活着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回家。公子，你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你让我再想一想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公子，今凭四处播放，像是大战在即。这一战，你的去留关乎大宋安危。九军也定下铁斧头之计，今夜3更攻打宋营。老人家，这铁斧头厉害得很呐！此事若不早早报与岳元帅知道，岳家军恐难逃此劫，大宋朝危也。事已至此，你更应该走了。你还等什么？你走啊，走啊，你走啊！老人家。我的亲娘不在了，你就是我的亲娘，你怎么忍心让我再走一次孤儿？我回家，公子，我要悲伤，你若归顺亲人们的在天之灵，也能欣慰呀。不忠不孝之人，我算什么英雄？算什么英雄？公子，此时此刻，你当胸怀大义，早归故里，为双亲报仇，为国家决力，做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此不我待，替我稍稍去意。